另外来关心的是，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，南投县是直直咧落雨，拢落袂停。信义乡今仔日宣布停班，也毋过伫咧市区的部分，在南投市毛路溪边的教训班受淹水，经过居民的通报，已经启动抽水。另外，伫咧南投德山的延平里，嘛有地基放弃，里长表示暂时无影响到车辆的通行。 大雨落袂停，南投市马路溪边的教训班停车场淹水达到40-50公分。在地居民表示，拜三早起7点外就开始淹水啊，大约有10几台车浸水。经过居民通报，里长赶紧启动抽水机。7点多就开始。那现在收瓦期嘛？现在都已经到那个轮胎了。早上7点多就打电话跟民长讲要叫水器来抽。 南投市东山路水淹超过20公分，一台7人座长轿车嘛因为淹水造成故障，停伫路中央袂行，水嘛淹入去人家厝，居民赶紧清理。因表示这是30年来头一届拄到这款状况。8点外啦，啊是驶到一半啊。 我点面啊！30年头一遍啊呢，可能这个水卖水沟拢无得卖的款。另外咧，第三顶的一山路。 丁湖桥边嘛，因为雨一直落，造成地基放弃，电火条嘛对咧倒去。有在地里长讲，地基放弃的部分是车路边的地，暂时不影响到通行。也有大概好几户有受了影响。那目前台电刚刚已经来勘察过了哦，那等一下这边会马上优先把它处理掉。南投市公所呼吁当地民众要随时注意天气状况、风灾甲煞车，避免造成财务损失。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。